上新的消息要带大家来看，美国政府国务卿阿比塔吉13岁时阵，因为雄雄肺部脱气来病逝，食到79岁。阿比塔吉伊的立场对台湾一直拢真友善，伊嘛捌来访问台湾，祝贺咱的总统赖清德就职。而且伊伫咧受访的时阵嘛捌强调讲，伊来台湾就是要互咱台湾知影，美国的两党对台湾民主的支持。阿比塔吉伫咧2001年至2004年之间，是做小布希政府国务卿鲍尔的副手。伫个任内，拄好是美国面对911恐怖攻击，也有阿富汗甲伊拉克战争的初期，迄当阵是真无稳定的时刻。阿比塔吉的立场，当期是咧对咱台湾真友善。总统赖清德去年5月20宣誓就职的时阵，美国专工派阿比塔吉等人来台湾祝贺。迄当阵，伊讲，老总统选调了后，为全世界来恭喜，是传达台湾对全世界来讲是真重要民主的声音。